山位於重慶東部，喺長江三峽嘅無峽段，係一個因為山水而聞名天下嘅縣城。長江三峽中嘅無峽就貫穿全景，曾經滄海難為水，除卻巫山不是雲呢句名句，令呢度成為浪漫同壯麗嘅代名詞。位於重慶、湖北、陝西三省交界，係重要嘅交通樞紐。巫山係一座將壯麗三峽、千年文化同浪漫神話完美融合埋一齊嘅山水之城，係遊覽長江三峽不可錯過嘅一站。巫山小三峽遊船呢個絕對係嚟到巫山唔可以錯過嘅核心體驗，被譽為中華奇觀、天下絕景。從遊客中心碼頭出發，坐上可以容納過百人嘅觀光遊船，進入小三峽。船上有專業導遊會沿途講解各個景點嘅傳說同特色。龍門峽、古棧道遺跡、峽谷入口兩山對峙，形狀似道門，所以叫龍門。氣勢宏偉，又唔係夔門，勝似夔門。龍門橋、桂花大橋、巴武峽、傳說呢度古時成日有嚟自巴蜀地區嘅霧氣，令到峽谷終日雲遮霧繞，如夢似幻，增添咗無數神秘感。船行駛其中，兩岸峭壁遮天，峽谷幽深，光線變幻，就好似進入咗一個古老嘅秘境。
千年玄關。喺峽谷東岸嘅絕壁或者洞穴入面，可以清晰咁睇到一啲方形嘅木製棺木，呢啲就係著名嘅巴人玄棺。呢個係古代巴國生活喺三峽地區嘅古老民族嘅一種特殊喪葬習俗。佢哋認為將死者安葬得越高，就越接近天堂，並且可以保佑後代。太昌大橋。天泉飛魚。滴翠峽。小小三峽位於小三峽中最長嘅滴翠峽盡頭。大遊船喺滴翠峽盡頭無法再前進時，換乘一架小小嘅烏篷船駛入更窄嘅河道。小小三峽係由大寧河一條支流馬道河下游三段峽谷構成，分別係長串峽、秦皇峽同撐天峽。因為水道更加狹窄，景色更加幽深秀麗，所以被叫做小小三峽。可以話係景中之景。由於船身更細，食水更淺，離兩岸嘅絕壁同碧綠嘅河水更近，幾乎可以伸手觸摸到清涼嘅江水，視覺同感官衝擊力更強。小小三峽嘅玄棺同巴姆峽嘅一樣，都係古代巴人留下嘅葬族遺跡。巴人係活躍於中國西南地區，尤其係三峽一帶嘅古老民族。佢哋都體現咗巴人彌高者以為至孝、雲升天、柏跪地嘅獨特生死觀。棺木係用成棵木作成，形狀係長方形。由於經過千年嘅風化，外觀係黑色或者鐵灰色。棺木都放置喺面臨江河嘅絕壁或者天然洞穴入面，呢啲位置通常下面係湍急嘅江水，上面係百丈懸崖，人力好難到達。由於缺乏文字記載，棺木入面具體係邊位人物，佢嘅社會身份係咩，都已經無從考證，留下咗巨大嘅想像空間。神女大道。神女大道並非一條平坦嘅馬路，
而係一條沿住陡峭山壁修建，擁有巨大高差嘅景觀帶。呢個讓你可以在唔同高度欣賞到完全唔同嘅江、山、城全景。大道直接以神女命名，讓你從踏上佢嘅嗰一刻起，就沉浸喺同巫山神女瑤姬相關嘅千年傳說同浪漫詩意之中。佢高效咁連接咗山下嘅濱江碼頭區同山上嘅主城區，係遊客同居民出行嘅關鍵通道。大道周邊，尤其係其上落區域，係巫山餐飲業嘅核心區。神女天梯總提升高度約130米，同總長度約600米，總級數好可能超過1000級，甚至更多。巫山紙鮑魚鐵板燒。巫山烤魚嘅魅力在於其一烤二燉嘅獨特工藝同豐富嘅味覺層次。新鮮嘅魚經過醃製後，放喺炭火上烤到外皮焦香酥脆，魚肉基本成熟。將烤好嘅魚放入特製嘅鐵盤入面，倒入豐富嘅配料同秘製湯底，喺漿上面邊燉邊食。呢種做法讓魚肉既保留咗烤製嘅焦香，又充分吸收咗湯汁嘅滋味，口感外酥裏嫩，無比豐富。烤魚嘅鐵盤就好似一個迷你火鍋，除咗主菜魚，下面會鋪滿各式配料，好似芋頭、芹菜、蓮藕片、薯仔、豆芽、豆腐皮等呢啲配料喺濃稠嘅湯汁中越煮越入味，到最後甚至比魚本身更受歡迎。向你埋怨，要为你弹一曲古筝。雨落无言分，你我落红尘，今生又入谁心门？求得一人心，岁月不分离，与你相遇的拥着春风，心事有多浓，总与你最懂，等你归来。我愿等晚风徐徐，送归一个你。我愿等晚日情深，刻进我的魂。我愿等3月春花，归来是故人。我愿等柳絮花开，白云封山住。我愿等晚风徐徐，送归一个你。我愿等晚日情深，刻进我的魂。我愿等3月春花，归来是故人。我愿等柳絮花开，白云封山住，山住。
雨落雁门，你我落红尘，今生又犹如谁心门？为你深情诉，还一见如故，恋爱让人生糊涂。马大早催促，鸟儿绕长鸣，是你归来。我愿等晚风徐徐，送归一个你。我愿等晚日情深，刻进我的魂。我愿等残月春花，归来时无人。我愿等柳絮花开，白云封山住。我愿等晚风徐徐，送归一个你。我愿等晚日情深，刻进我的魂。我愿等残月春花，归来时